喂，学哑语，这豆叶5点9地主豆，宁波买海青叶，宁波种植白面产业，走豆，做图就是害人，这豆叶5点，5点就是那些。电子些，这豆叶5点9，地主豆，地主豆，豆，就是跌倒的意思，就是跌的意思。地主豆，或者堕落的堕。堕落堕，它是个赘字，这不是堕落，跌子堕，堕落，堕，这个堕，地主堕就是跌倒，宁波。买海青叶，他们不会赢我。宁波种植白面产业。做毒，就是害人，就是害我的那些人就跌倒，地主豆跌倒。宁波买海青叶，他们不会赢我，青就是赢。宁波种植白面，白面就是丢脸，他们总是丢脸。惨就是多，他们总是丢脸多的。白面就是丢脸，走豆叶5点9地主豆，宁波买海青叶，宁波种植白面产业。哑语是个古代语言，一些人他什么都不会，他在描写会里，他不会，他们霸占着，他们想干什么呢？他说我是真的，他根本就不是，他根本就不会，我跟你说，他根本就不会，他们不会方言，不会苗语，他们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不会。那个湖南方言呢，对比哑语失败，因为这个湖北没有这个瑶族，但是呢，湖北是瑶族的故乡，瑶族的语言在长江以北，所以说湖南方言对比这个瑶语失败，保密，搞不清楚都是些什么人。他们并不是促进一个民族的进步，不是的，他们要吃喝玩乐，他们冒充，他们都是假的。